再来看另外一桩车祸，这是发生伫咧嘉义县的六卡乡，一个姓吴的查甫驾驶呢，伊是驶货车经过一搭较压贴的所在，结果去弄到一个电动车，害92岁四大人吊伤搁跋倒，结果煞经过11点钟才互人发现甲送病院。迄个时阵呢，人已经心脏停去啊，警方调监视器才抓到这个浪杠去的驾驶。消防人员接到民众报案。六卡乡金寮村一位偏僻的产业道路顶面，讲有60大因为车祸倒伫路边，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，将人赶紧送去病院。不过，这位60大已经无喘气，也是失去生命。产业道路发生车祸案件，本局立即派遣分队前往，抵达后回报现场为机车发生车祸，有一名男性伤者，年约90岁头部外伤。过身的长辈是一位92岁的老先生，伊伫暗时骑电动车经过这个所在，发生车祸倒伫路边。因为所在真偏僻附近拢是田，经过11点钟才有经过的人发现来报警。因为这个路口无监视器，警方扩大调查沿路的监视器，才找到肇事多一个车主。发现吴姓女子驾驶之自小货车曾在事故现场停留，设有重嫌。经警方前往吴姓女子住处调查，并比对肇事车辆撞击痕迹及路口监视器后，吴女实坦承有肇事情形。警方指出，因为找到人的时间已经离代志发生迄当阵时间相长，所以无来做纠察。驾驶是毋是借助赛车来肇事逃逸？警方阁要继续调查。目前案件按照肇事逃逸甲过失致死罪，函送家己地检署来侦办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